以前用鹹水草紮嘅梁柱都識得嘆氣。我屋入面嘅阿媽臨山仔陣痛嗰陣，我啲木板木頭仲識得陪佢震。人類啊，你哋睇唔到呢啲嘢咩？記得第一次進入人類嘅家庭裏面，記得第一次進入人類嘅家庭裏面，我仲記得屋裏面一家大細進入我心裏面居住的時候，我就為各人承擔起保護佢哋嘅責任。我見到人類嘅太太將要懷孕的時候，而我身體裏面都一樣懷孕。不過並不是小 BB， 而是大量的白蟻進入我體內，蠶食緊我嘅身體。人類啊，並沒有將我哋緊緊記着。過去幾十年，颱風將我身上嘅鐵皮、木板一塊一塊被撕去，屋企小朋友個個互抱擁抱喺度喊，屋又係咁漏水，個個驚到有得震冇得瞓。都係靠我哋用所有精力維護住整間屋，保護住屋裏面所有人。你哋呢班人類現在就貪心忘舊，就將我哋淘汰，令到我哋不能夠重見天日。唔緊要，過橋抽板就係人類嘅慣性。不過記得查我嘅時候關總掣。